大家好，我是心理学家陈明哲，欢迎来到心之疗愈日记。请小心那些總是炫耀自己朋友很多的人，那並不代表他人緣好，是個社交達人，即反而可能是他嘅大腦尚會開始進行收緊啲證據。請稍微回想一下，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曾經有一個你幾乎每天都去聯絡的人？但如果現在呢個人突然傳訊息或打電話給你呢，彼此久別重逢的高興，你腦海中第一個浮現的念頭往往係覺得疲憊。不老實算，你甚至會開始在腦中瘋狂尋找不接電話、不回訊息嘅藉口。過去呢個像氧池一樣，總是能為你內心注入活力嘅人，現在卻變成了你根本不想面對，甚至一再推遲、假裝沒看到嘅沉重作業。為什麼我們的心態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轉變？真正奇怪的是，這種對人際關係感到疲倦的感覺，在智商越高、越聰明的人身上出現的越早，也越強烈。請不憂因此感到內疚，你絕對不是變得冷酷無情，的確是因為你哋大腦比一般人更早發生了改變。智力越高的人越去優先整理自己的人際關係，這不是冷漠，而是一種生存策略。今天我們就嚟徹底解剖呢個現象。在腦科學的領域中，我們將呢種現象稱為突觸收緊。人類的大腦從一出生開始並不會冇限制地增加神經連結，相反的，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大腦會主動切斷那些毫無用處的連接。對於經常使用的神經回路，大腦會讓它們變得更粗壯；對於不常使用的回路，則會毫不留情地剪掉。這是一個極度精密的優化過程。為了達到最高效的運作，大腦會自動進行呢一種自我修剪。你目前在人際關係中所經歷嘅事情，正是大腦運作嘅具體展現。沒錯，你的大腦已經開始對你的人際關係進行收緊了。在這裡，我們必須研究一個核心概念，我將其稱為智力密度。這與你的學歷高低或智商數字無關，更不代表你必須擁有頂尖大學嘅文憑。所謂的智力密度，是指一個人能夠自主決定將時間和精力花在哪裡，佢與時嘅結合度變得更高啦。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昨天的我或呼喝水，能跟着同事一起在背後說老闆的壞話並跟着大家一起陪笑，但今天的我，佢會在同樣嘅時間裏忍不住在心裏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做在這裡浪費我寶貴的生命？昨天一場長達2個小時的應酬聚餐，或許就這樣渾渾噩噩嘅過去啦。但今天同樣的2個小時，如果在未有獲得任何有價值嘅資訊或深刻洞察嘅情況下流失，你會在物理層面上感到一種難以忍受嘅知識感。注令密度提高啲人，渴望在對話中尋找知識與洞見，而依然停留在原地啲人，這只是在尋找情緒的發熱與八卦謠言。當這兩種人坐在同一張餐桌上時，就像是2條平行的軌道，一方因為缺乏深度的交流而感到飢餓難耐，另一方卻因為塞滿了無意義的閒聊而覺得飽足。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曾經追蹤了5000名成年人，研究結果顯示，一般來說，社交關係越廣泛嘅人，幸福感確實越高，但其中卻有一個明顯嘅例外。這個例外群體正是那些注意力密度高的人。對於那些人來說，他們認識的人越多，參加的社交活動越頻繁，生活滿意度反而越低。對其他人來說，人際關係就像是充電器，能帶來能量，但對這個群體而言，過度的人際交往卻像是在放電，不斷消耗他們嘅精力。研究團隊運用了演化心理學的觀點來解釋這個看似反常的現象。人類的大腦最初是在非洲的撒van納大草原上設計出來的。在那個充滿猛獸與未知危險的原始時代，如果一個人脫離了群體，下場往往只有死路一條。因此，我們的大腦底層被給予了一個基本常識，
必須屬於一個群體，這樣才是安全的。直到今天，絕大多數人嘅大腦依然是按照這個古老嘅原始程式在運作着。他們只要朋友多就會感到安心，一旦獨處就會感到焦慮不安。然而智力密度高的人卻截然不同，呢個人能夠有意識地超越呢個已經存在了數萬年嘅本能程式。他們不再被原始時代的生存密碼所牽制，而是能夠自主判斷在此時此刻自己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麼。簡單來說，一般人的大腦會不斷地與人多才安全，但智力密度高的人，他們的大腦卻會在人群中發出警告，你正在這些人之中被過度消耗。在完全相同嘅社交情境下，大腦發出的訊號本身就存在咗根本嘅差異。這也是為什麼這些人彼此在擁擠喧鬧的聚會中獲取短暫的能量，他們反而能在獨處的時間裏感受到更深層次、更持久的滿足感。這不是因為缺乏社交能力，這是一種不被原始本能所支配，能夠為自己量身打造幸福藍圖的強大能力。但請各位千萬不要誤會，這並不意味着你可以隨意輕視或無休止地忽略他人。相反地，如果我們試圖用完全相同的重量和標準去拖着所有嘅關係前進，這個才是毀掉所有關係嘅捷徑。你嘅大腦正在已經開始進行更高維度嘅思考與運作啦，就像一棵樹長得越高大，就需要吸收越多的陽光一樣。當你嘅大腦完成升級後，它自然去要求更高密度、更具啟發性嘅刺激。那些來自長久關係的低解析度訊號，對這個升級後的大腦來說，就只是一種令人煩躁的雜訊。光是坐在那裡就覺得是一種折磨的巨胃。呢刻刺奶的噪音，正是你現在感到強烈不適的真正來源。請記住，你並不是一個壞人。這一切只是因為你的大腦開始接收更高頻率嘅訊號啦。到目前為止，我們探討的都是大腦內部所發生嘅變化。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轉向大自然，看看自然界是如何以完全相同的現象來向我們展示這個深刻的道理。事實上，在自然之中，離開是一件每天都在發生嘅再自然不過嘅事情。候鳥之所以遷徙，絕對不是因為它們懶惰或者因為膽小而逃避。它們之所以選擇離開，是因為體內的生理時鐘與外界的氣候發生了改變。你也一樣，當你內在的機制已經悄然改變，如果你依然堅持留在原來呢個陳舊的巢穴裏，你的身體就會率先發出抗議的信號。這個訊號的具體表現，就是你會開始對周遭的人感到不耐煩。我們剛剛談論了天空中的候鳥，現在讓我們把視線轉向腳下的大地。如果你仔細觀察森林中那些最終長成參天巨木的樹，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巨木在成長的過程中，會逐漸剝落外層那些柔軟脆弱的樹皮，並用堅硬無比的心材來填滿自己嘅內部。一個先至真正成熟的人，其成長的過程也與巨木完全相同。他們會剝除那些只停留在表面毫無意義的社交外殼，轉而用深刻嘅洞察力與智慧來充實自己嘅內在。當大腦嘅智力密度提高時，它就像是安裝了一座更精密的過濾器，那些缺乏營養價值的數據和線料會被大腦自動攔截並阻擋在外。這也是為什麼過去那些讓你覺得開心的閒話家，曾現在聽起來卻像是引擎在空轉一樣，因為你哋大腦無法從呢些對話中提取到任何一滴可以推動思考嘅飲料。然而，這個問題就出現了。對於一個智力密度已經提升的人來說，單單是為了配合呢一啲片類的對話，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能量消耗。接下來，我們就來具體點出
到底是哪些類型的對話和人際關係，正在無形中一點一滴的啃噬着你寶貴的精力。第一種是每次見面都只會滔滔不絕的炫耀自己的人，他們總是急於展示新買的名車、今年薪水漲了多少，或者自己孩子有多麼聰明優秀。更嚴重嘅情況是，他們會假意隨口問問你的近況，然後立刻拿自己的成就嚟與你比較，這根本不是在感情上嘅交流對話，這只是他們單方面嘅把自己成績單塞到你面前。第一次見面時，你還會去真誠地恭喜他；第二次，你可能係會勉強寄出笑容，點點頭嚟意問使。但係到了第三次，你就係會徹底醒悟啦。這個人根本不是嚟找你聊天嘅，他只是需要一個崇拜他的觀眾。在他的劇本裏，你從來就不是與他平起平坐的朋友，你只是一個坐在台下負責為他的表演鼓掌喝彩的免費臨時演員。那種關係只會砸錢你。還有第二種類型，每次見面都只為重提當年永遠活在過去的人。你還記得呢時候嗎？我們當時真的超好笑㗎，剛開始的一兩次這種對話確實好溫馨，畢竟呢度我們共同的美好回憶。但是如果每次見面，對方都只能像壞掉的唱片一樣重複播放同樣嘅故事，到了某個瞬間，一個念頭就會像閃電般劃過你的腦海。難道除了當年呢件事，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任何新的話題可以聊了嗎？請相信我，這絕對不是因為你變得冷漠無情，這只是赤裸裸地證明了你與呢個人最後一次產生靈魂共鳴的時刻就永遠停留在呢個遙遠的過去。從那之後，你的人生系統一直在不斷地升級更新，而那個人卻始終停留在舊的版本，拒絕向前邁進。接下來要介紹的係最危險、最致命的第三種類型。呢些不斷試圖引發你同情心嘅人，他們每次見面都在抱怨自己有多累、有多孤單，這個世界對他們有多麼不公平。身為朋友，你總是耐心地傾聽、給予安慰，甚至主走錦路之為他們提供實用嘅建議。然而，當你們下次再見面時，他依然重複住完全相同嘅抱怨與悲慘故事。他們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因為這個人打從心底就不想要解決問題，他只是需要吸收你嘅情緒能量，作為他撐過每一天嘅養分。喺心理學上，我們將呢種行為稱為情緒濕化鬼。這就是為什麼你在與某些人見面後，總是會感到特別精疲力盡嘅原因。你不是身體上嘅體力被消耗啦，而是你最珍貴嘅情緒能量被徹底抽乾啦。你的能量正在不知不覺中嚴重流失。你並不是因為你的性格變得敏感易怒，而是你解讀人際關係背後真相嘅記憶度提高了。想象一下這個場景，午休時間你和同部門嘅同事坐在一起吃飯，話題圍繞着昨晚的綜藝節目，誰又跟誰交往的辦公室八卦，或者是抱怨網購的包裹送得太慢。過去的你或許會靠着附和這些話題，但現在光是為了維持臉上的笑容，就已經耗盡了你所有嘅能量。吃完飯回到座位上，你的頭感覺就像是剛跑完一場馬拉松一樣沉重無比。這絕對不是因為你的體力變差了，這是因為你的大腦為了勉強接收並處理那些與你頻率完全不合嘅訊號導致系統嚴重超載。呢個並不是說你的同事是壞人，也不是他們故意要折磨你，這只是單純的意味着你的大腦已經無法再像過去那樣自然而然地接受那個頻段的訊號了。在這裡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必須理清：當你在聽這段話的時候，腦海中是否浮現了某個特定的臉孔？請記住，那個人在面對你時，他所感受到的情緒，很可能也與你現在的感受一模一樣。人際關係的改變，往往是雙向的。在某個人的生命旅程中，你也曾經是呢個必須被送走嘅過去的記載。
就完全沒有關係。呢個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麼，也不是因為你是一個糟糕嘅人。所有學住啲真實的關係都必然存在咗保存期限。對於關係中嘅雙方來說，這是一個再自然不過的演變過程。當你真正承認並接受這一點的瞬間，內心的枷鎖就會解開，取而代之的將不再是沉重嘅罪惡感，而是一塊堅實嘅心彩，穩穩嘅在你內心深處紮根。修剪關係不是一種罪惡，這是一種為了保護自我核心能量嘅生存法則。然而故事到這裏還沒有結束，單純只是樹木長得高大並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關鍵的問題在於這棵樹的根部究竟正在吸收着什麼樣的水分與養分。從現在開始，我們必須逐一檢視呢個與你的根部緊密相連的水原子，問自己：現在依然留在你身邊的揀嫁人，真的全都係值得深交嘅真實朋友嗎？請回想一句地嘅場景，當你經歷人生中最低潮、最痛苦的時刻，你終於鼓起勇氣向呢個人傾訴你的艱難時，對方回應你的第一句話是什麼？是充滿同理心的安慰，還是冷漠的敷衍？如果對方回答所以呢，那又怎樣？這種毫不現實的冷漠與忽視，其實反而最容易分辨。你可以立刻將他們從名單中剔除，但係有一種更狡猾、更隱蔽的類型，他們會說：我最近也真的很煩。在你還來不及述說自己的痛苦之前，他們就已經強行把對話的頻道切換到他們自己的悲慘故事上，完全剝奪了你的話語權。但係那個瞬間，你原本是一個急需安慰嘅求助自假，卻硬生生嘅被迫轉變成為了傾聽他人抱怨嘅無奈觀眾。當這通電話結束後，你會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比打電話求助之前感到更加疲憊與空虛。我們必須冷靜且客觀地看清這個現實，有些人根本不是你的朋友，他們只是把你當作一個廉價的觀眾，用來合理化他們自己的存在價值，認為只要有你這個願意傾聽嘅人在身邊，他們就可以產生一種我現在的處境其實還算不錯的觸覺。有一類人，他們只是把你當作情緒的垃圾桶，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可以讓他們毫無顧忌的傾倒焦慮與不滿的下水道而已。請仔細計算一下，在這些單線消耗的關係中，你究竟浪費了多少寶貴的能量總量？消耗的還不僅僅是能量而已。想象一下，你花了4個小時的通勤時間，隨刻你根本不喜歡的久違，聊呢些無聊透頂的笑話，勉強擠出笑容，甚至係花了一大筆錢。在回程的自行車上，你腦海中回憶浮現的念頭只有一個：如果我把呢一時間和金錢花在自己身上，我現在能做多少有意義的事情？呢個空虛感係無法騙人的。如果你把那些被無端消耗的能量用來準備迎接你人生的下一個季節，你現在會達到什麼樣的高度呢？面對這個問題，如果你的心臟猛然跳動了一下，感到一陣刺痛，那就代表你其實早就已經知道答案了。主動遠離這些人，並不是在無情地拋棄他們，即是一個珍惜自己生命中有限資源，並展現高度自我尊重嘅必經過程。我想再問你一個問題，在你目前依然保持聯絡的那些認識很久的老朋友中，如果假設你今天是第一次遇見這個人，你還會想把他的聯絡方式存進手機裏嗎？如果你誠實地回答這個問題，你會驚訝地發現手機通訊錄裏大部分熟悉嘅名字都會在呢一個殘酷嘅考驗中被淘汰出局。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還要勉強維持這些關係呢？理由往往只有一個：我們都認識10年了，現在才需要斷腳聯絡，怎麼可能開得了口？呢個係典型嘅心態，因為捨不得過去已經投入啲大量時間和精力，即使明知道繼續呢一段關係只會讓自己不斷虧損，卻依然死死捉住不放。
這種事即使電影再難看，也要硬着頭皮看完，或者因為覺得浪費錢，而把難吃的食物全部硬塞進肚子裡一樣。這種心理陷阱是每個人都曾經歷過的。然而，這種名為陳味產品嘅心理陷阱發揮最巨大、最致命作用嘅領域，正是我們的人際關係。等陣因為我們認識很久啦，呢個單一嘅事實就迫使我們自述咁陣抓作一段在當下已經毫無意義，甚至充滿毒性嘅關係。請醒醒吧，這根本不是真正的友誼，這只是一種逐漸自復的執念。你被困在了陳味產品嘅心理陷阱中，無法自拔。你並不是變得冷酷，你終於學會了如何計在人際關係嘅真實成本。但是樹虛自信成品，並不代表你就能夠立刻毫無阻礙地進行傾理與割捨。我們還有一個必須直面的殘酷現實，一棵樹在一天之內能夠從土壤中吸收嘅水分總量是完全固定且有限的。如果一棵樹將它的根部向外延伸成10個分支，那麼每一條根所能分配到的水分就只剩下1/10。如果它貪心地延伸出100個分支，那麼結果就是沒有任何一條根能夠獲得充足的水分。這棵樹雖然係活著，但它的任何一根枝幹都無法健康茁壯地成長。你目前的人際關係狀態就完全等同於這棵營養不良的樹。請冷靜地思考一下，在周末短暫的休息時間裏，你能夠排出時間去見面深聊的人，頂多也就2-3個人，一個月下來充其量也不過10個人。然而在你的通訊錄裏，呢啲你覺得必須維持關係的人，究竟有多少個？30個、50個，甚至更多。在物理條件的限制下，這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儘管如此，許多人依然妄想着要維持所有嘅根部連結。這個聚會要去露個臉，那個同學會也必須出席。在 Line 的群組裏，如果已讀不回覺得有罪惡感，就勉強傳個貼圖敷衍一下。這樣做的最終結果是什麼？你在任何一個群體中都無法建立深刻的連結，你所有的關係都只停留在最表面、最膚淺嘅點頭之交與客套問候，將養分只都分散的樹木是絕對無法在任何一根枝條上結出豐碩果實的。但那些最終長成新人注目的樹則完全不同，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讓那些不必要的根部自然死亡，他們將所有珍貴的養分集中輸送到剩下的那幾條核心根部。正因為如此，他們的其中一根枝幹才能夠突破樹冠層，一路向上延伸到天空的盡頭。你現在真正需要的也是同樣的策略，如此把水滴平均分配給100個根部，每一個根部只分到可憐的一滴水，不如把所有的資源集中起來，將20滴水傾注在5個最重要的根部上。雖然你付出的能量總量是一樣的，但這5段關係的深度與品質將會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這絕對不是教你放棄人際關係，而是教你如何經營。你的大腦已經敏銳地察覺到，究竟應該把寶貴的養分集中投資在哪裏，才能結出最深刻、最甜美的果實。到目前為止，我們討論的都是應該把能量給誰的問題。現在讓我們進入一個更核心、更根本的靈魂拷問，你還剩下多少時間可以給予？讓我們再次回到剛才提到的關於候鳥遷徙的自然故事中。候鳥擁有一種非常奇特的本能，當它們體內的能量充足且預估的飛行距離還很長的時候，它們會隨意降落在任何一片濕地上，只要那裡有水可以喝，環境看起來還算安全，它們就不會太挑剔。但是當它們意識到體內的燃料開始減少，剩餘的飛行距離越來越短時，它們的行為模式就會發生180度的大轉變。因為利用僅存嘅原料所能到達嘅目的地已經非常有限，所以它們在選擇降落地點時會變得極度嚴苛與挑剔。他們不再隨意降落，
而是會拼盡全力尋找那個唯一能夠讓他們安全度過人冬的最佳棲息地。在你們的人際關係旅程中，現在也正在上演着完全相同的事碼。請回想一下你20歲出頭嘅呢段青春歲月，那個時候時間對你嚟說彷彿是無窮無盡的，和任何人見面都覺得新鮮有趣，即使是毫無意義。通宵達旦嘅酒局，你已覺得充滿了樂趣，因為你擁有充足嘅燃料。就算降落在錯誤嘅濕地，只要拍拍翅膀再次起飛就好啦，根本未有什麼大不了嘅。然而隨着年齡嘅增長，在生命中的某個瞬間，你會突然深刻的意識到一件事，你推進着自己性慾的飛行距離，其實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長。在這個寶貴的時間裏，去見這個人真的有意義嗎？把最後的精力花在呢件事情上，真的是正確嘅選擇嗎？當這些質疑的聲音開始在你腦海中浮現的那一刻，就代表你的大腦已經啟動了防禦機制，開始為你精挑細選最後的降落地點啦。有趣的是，這個重心太上的階級轉變，並不完全是因為年齡增長所造成嘅。呢些曾經經歷過人生重大轉折的人，也會提早面臨相同嘅狀況。例如生過一場重病的人，失去過至親好友的人，或者是人生曾經徹底跌入谷底又重新爬起來的人。呢些人無論年紀多大，都會突然開始以幾高嘅效率整理自己的人際關係。就是因為他們已經用整個身體同埋靈魂真切地感受到了剩餘時間那沉甸甸的重量。那些自認密度高的人，其實未有經歷過這種戲劇性的生死交關時間，他們的大腦也能夠提前運算出這個結果。他們會在腦中進行精準的計算，我剩餘的時間係有限嘅，係我能夠分配到這段關係嘅時間間，更係數之又數。因此，你會看到有些人在20幾歲時就已經開始果斷嘅清理朋友圈，而有些人在剛邁入30歲時就開始有意識地減少各種互惠嘅聚會邀約。呢個絕對不是因為他們對朋友不真情，或者性格變得孤僻，他們只是在有限的剩餘飛行距離內開始為自己尋找最完美、最安全的降落地點而已。這是一種對自己生命負責嘅態度。如果你最近也常常在心裏嘀咕，我現在話是尊敬這個人，真的值得嗎？請不要懷疑自己，那絕對不是因為你變得冷酷，那是因為你嘅大腦已經開始為你計算人生下一個計格的重量啦。既然我們已經得出了這個計算結果，那我們到底該如何將它應用在實際生活中呢？整理人際關係並不需要戲劇化的手段。你完全不需要特地打一通電話，然後鄭重其事地向對方宣告我們以後不要再見面啦。呢種做法既尷尬又未有必要。最高明、最優雅的處理方式，就像思維經驗豐富的園丁所做的那樣，只要停止加水就可以啦。請注意，這個並不是在惡意污蔑或冷暴力對方，就是你用來分辨假日子與真縮根的唯一有效方法。讓我來提供一個具體的操作指南。在接下來的1個月內，請絕對不要主動聯繫對方。如果在這段期間內，對方主動傳訊息給你，你可以回覆，但請嚴格控制你的能量輸出，最多只投入60%的精力，不要再像過去那樣給予100%的熱情回應。請用簡短、平淡且不帶過多情緒的字句來回覆。我們來舉個實際的例子，假設對方傳訊息問你最近過得好嗎？如果是以前的你，肯定會從生活近況一路聊到女生嘅情緒起伏，噼里啪啦嘅帶出一大串文字。但從現在開始，請你只回覆我過得還不錯，你呢？就這樣點到為止。接着請冷靜地觀察對方嘅下一個反應，正是在這個關鍵嘅微小瞬間，關係嘅真實面貌將會徹底暴露無遺。那些真正關心你、對你感到好奇的人，
背脊誰追問你的世界，試圖延續話題。那些只把你當作觀眾的人，就喺呢下迫不及待嘅開始滔滔不絕嘅講述他自己嘅事情，或者對話就呢樣莫名其妙嘅中斷啦。光是透過這個簡單的測試，這段關係的輸蝕就已經一目了然。即使你停止了交水，那些依然願意主動向你扎根的人，才是真朋友。那些一旦你停止單方面交水，就立刻枯萎凋零的關係，證明了他們從一開始就只是一株依附在你身上識水的寄生藤蔓。係有一點你必須要有心理準備，在整理關係嘅過程中感到一絲罪惡感是完全正常嘅反應。但是請務必牢牢記住這個數學題，如果你把能量平均分成50等份流向所有人，最終將沒有任何人能得到完整嘅你。朝夕之夜絕對不是在傷害這棵樹，相反地，這是為了將寶貴的養分集中輸送給那些真正留下嚟的枝幹。這不是一種拋棄他人的殘忍手段，而是你能夠用嚟珍惜那些真正留在你生命中的人最優雅、最成熟的方式。當你停止為你嘅無意義的關係澆水後，你會發現自己多出了許多能量。現在請把這些能量全部轉向你自己。隨讀那本你買了很久及一支未空喊的書，隨說是你一直渴望掌握的新技能，獨自去走一條未知的步道，去品嘗那家你一直想去的餐廳，獨自去欣賞一場期待已久嘅表演，或者安排一趟未有任何人打擾、完全安靜的獨自旅行。在你嘅純粹屬於你自己的時間裏，你終於能夠靜下心嚟，開啟一場與自己靈魂嘅深度對話。那些收回來的能量，正是為你開啟人生下一個輝煌之格嘅關鍵鑰匙。然而，在呢個階段，很多人會產生一種深深嘅恐懼。如果我把官司都整理乾淨啦，我會不會最終落得孤單一個人嘅下場？事實恰恰相反。當你獨處時，你的大腦內部正在發生令人驚嘆的奇妙變化。在腦科學中有一個被稱為預設模式網絡嘅神秘區域，這個區域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只有當外界的干擾和刺激完全消失，也就是當你一個人漸漸獨處的時候，它才會進入最活躍的運作狀態，深度的自我反省，對未來的周密計劃，以及那些天馬行空的創造性思維，全部都是在這個網絡中孕育出來的。用最簡單嘅話嚟說，當你忙住和人群交際應酬時，你的大腦正忙於速理邁步信號。只有在徹底獨處的呢個神聖瞬間，你的大腦才終於有空閒開始真正為你自己工作。這也就是為什麼那些智力密度極高嘅人總是如此強旺獨處的時間，絕對不是因為他們覺得社交好麻煩，而是因為他們的大腦中有一塊極其重要的區域，只有在獨處的狀態下才能被啟動。這是一種生理與心理上嘅雙重需求。因此，呢些勇敢整理完人際關係的人身上都會出現一種非常獨特且迷人嘅變化。他們可能在獨自散步的林蔭小徑上，腦海中突然迸發出絕佳的靈感；在空無一人的寧靜咖啡館裏，書本上的一句不經意的話語，瞬間改變了他們人生的軌跡。在一個安靜的夜晚，一個沒有任何邀約嘅平凡傍晚，他們終於聽見了自己內心最真實嘅聲音。這絕對不是社會性的孤立，在你那已經存在啦，受訓練的生存本能不斷發出危險警告嘅極境之中，你的大腦其實正以史無前例的最高解析度在高速運轉住。呢不是一種激亮嘅孤獨感，這是你的大腦經歷了漫長嘅抗爭後，終於為自己爭取到了一個可以完全專注於自我成長嘅純粹空間。接下來，不可思議嘅奇蹟即將發生。當你徹底清理完人際關係大於過了3個月左右，你會發現生命中開始莫名其妙嘅出現一個全新嘅人。
這絕對不是偶然的巧合。當你的思維模式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你所停留的物理與精神空間也會隨之改變。你閱讀的書籍種類變了，你經常造訪的場所變了，你與他人交流探討的主題也變得更有深度了。你的世界煥然一新。在這個全新升級的環境中，那些與你擁有相同解析度、用同樣視角觀看這個世界嘅人，自然而然地就會被過濾並實現到你的生命中。頻率相合的人，從來都不是靠住刻意尋找而來的，而是在相同嘅頻率波段上，自然產生共振而亨予的。你勇敢清空出來的那些位置，最終會被那些與你擁有相同智力密度的人完美地填補上。就像心靈會透過自然的代謝嚟維持生態平衡一樣，你哋人際關係也會遵循咗完全相同嘅宇宙法則在運作。在砍掉枯燥樹枝的地方，一定會長出充滿生機的新芽。在你清空嘅心靈空間裏，一定會迎來呢些與你共享同一個季節嘅同路人。請停止自我懷疑，你絕對不是一個冷血嘅壞人，你只是正在優雅嘅邁上一個更精緻、更高級的季節。最後，請務必剛之句下銘記在身。當你對某些人際關係感到不適與疲倦時，這絕都不是因為你哋性格變差了，更不是你哋人品出了問題，這只是因為你的大腦完成了進化，帶領你進入了一個更精密、更複雜的生命世界。候鳥在轉次離開做棲息地的時候，是絕對不去了你的，他們只是堅定地改變了飛行的方向，迎上下一段旅程。今天晚上，請打開你手機裏的通訊錄，找到呢個你認識最久、最讓你感到心裏焦躁的名字，然後請毫不猶豫地將呢個人嘅訊息通知設定為靜音，就係一個看似微不足道嘅小動作，正是你為了佢飛前往全新計劃所拍打嘅第一次翅膀。這係要勇氣，但我保證，這絕對係你做過最正確嘅決定之一，給自己一個重生的機會吧。在節目的最後，我想請問大家一個問題，那個你最近最想把他的通知設為靜音的人，究竟屬於我們今天所討論的3種有毒類型中的哪一種呢？他是哪種永遠只會滔滔不絕誇耀自己感弱性，還是永遠活在過去，不斷重提當年勇的回憶過去性，又或者是呢個不斷乍見你經歷的情緒失學鬼性？請在留言處與我們分享。透過閱讀留言處的分享，你會親眼見證並深刻地意識到，原來在這個世界上，並不是只有你一個人正在經歷這種掙扎與痛苦。如果你身邊有任何一位朋友剛好正處於呢種人際關係嘅泥沼中，請悄悄地將呢部影片分享給他。那些你不知道該如何用言語表達的複雜情緒，呢一部影片將會完美地代替你將呢一份理解與力量傳遞一堆精力學是一門幫助我們更好嘅理解自己與他人的科學。透過了解大腦運作嘅機制，我們能夠不再被無謂嘅罪惡感所綁架，整理人際關係，不僅僅是為了逃避壓力，更是為了給自己創造一個能夠深呼吸的空間。當你明白了突出收緊的原理，你就會知道放手其實是大腦送給你最珍貴的禮物。請勇敢地接納呢個正在改變的自己。很多時候，我們害怕改變，是因為我們對未知感到恐懼。我們害怕失去呢些熟悉的面孔，害怕在周末的夜晚沒有人傳上訊息嚟問候。但是，請相信大腦嘅智慧，當他發出需要讀出的訊號時，就意味着他正在為你籌備一場更偉大的蛻變。預設模式網絡的啟動需要絕對的安靜與專注。別人無意義的社交阻擋了你靈魂升級的道路。讓我們再次複習今天說到嘅核心概念：智力密度。當你的智力密度提升時，你對時間和能量嘅敏感度也會隨之提高。這係一種非常珍貴嘅成長指標，不要為此感到抱歉。你的時間是有限的，你的能量也是有限的，將呢些有限的資源
投資在能夠讓你成長、讓你感到平靜的事物上，才是對自己生命最大的尊重與負責。從今天起，試着做一個冷靜而充滿智慧的園丁，觀察你生命花園中的每一株植物，接納下真正為你帶嚟生機與養分的樹根澆水，並勇敢的停止灌溉那些只會消耗你的寄生藤蔓。這可能需要一時間嚟實驗，但隨住時間的推移，你會發現你的花園變得越嚟越美麗，越嚟越有生命力，而你將在呢個過程中收穫前所未有的平靜。如果你喜歡今天嘅內容，請不要忘記訂閱心之療癒熱，並按下小鈴鐺，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未來更多關於心理學與腦科學嘅實用分享。我們致力於將複雜的科學知識轉化為能夠治癒你日常生活的溫暖力量。你的每一次點讚與分享，都是支持我們繼續製作高品質內容的最大動力。讓我們一起在心靈的道路上不斷成長。記住，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有屬於它嘅獨特風。竟與同行者告別過去，是為了騰出雙手去擁抱未來。願你能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找到屬於自己的節奏，並吸引到你嘅與你靈魂共振嘅真實夥伴。不要害怕孤獨，因為在那份孤獨之中蘊藏着你最強大的力量。深呼吸，放鬆心情，去迎接那個即將煥然一新的自己吧。這裡是心之療癒日誌，我是心理學家陳明哲。感謝你今天播出寶貴的時間，陪我一起探索大腦與連接關係的奧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為你帶來一些啟發與力量。祝你有個平靜而美好的一天，也祝你能順利開啟人生下一個更加精彩、更加高解析度嘅全新記子。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請好好照顧自己，晚安。